互人情勒真痛苦。请问情绪勒索的台语安怎讲？哦，好，来美秀这边的答案是情绪压迫。哦，嘿，是啊，那是叫做情勒咧，意思就是讲吼，你一直甲我讲啊，你要买无，你要买无，一直甲我压迫，我是毋是有压力？对啊。是啊，所以讲我的情绪有压力，就是我的情绪压迫啦。哦，是阿雄，我这边的答案叫做情绪勒链。什么叫做勒链？就是勒索各用链的。有当时啊欠钱是，哎，你钱互我链一下，链一寡钱来。是。迄敢若佮用讨的，强要甲你讨。嗯。啊，勒索勒的意思就是杂念嘛。哦，所以唠叨。嘿对，一直甲你讲啊，勒链勒链，唔若讲佮甲你讨，唔若讲佮甲你讨，这就是情绪的迄个情勒啦。哦，原来安尼美秀的答案是情绪压迫咧。阿雄的答案是情绪勒链。好来，咱请选择。美秀，阿雄，眼睛边，在动脑筋啊，吼，无唔对情绪的物件嘛。是哦。哎呦，好，不要紧，甲风险甲分开。有影，即刻跳。无唔对，我来问一下吼，小英，小英，你感觉你选我是因为情绪压迫吼，就是压迫、压力这件代志，我感觉较有感受到。是嘿，伊敢若看起来定定去用压，是呢，是不是？你看就委屈嘞，就委屈嘞，是。啊，那咱这边选的，我感觉情绪勒索有压力，啊，毋过有感觉有淡薄仔无法度喘气的感觉，敢若有人安尼甲伊一直甲你念，甲你揪起来，丢掉的迄种感感觉，所以我应该感觉是情绪落泪，情绪落泪应该是安尼。是，啊，那咱这边的咧，安怎？你讲。我有诶，有诶，妈妈，捌甲你安尼情绪勒索无？无好讲咧，安尼就是无啦，安尼就是无，安尼就是无，安尼你有压力无？有压力无？有啊，会有压力啊，我是感觉迄下压迫，压力，和情勒较相共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情绪热恋。情绪大家感觉无问题嘛吼，啊，即马就爱解释迄个热甲恋，迄个热就是安尼头海来海去，啊去摕物件，譬如讲鹅啊会甲人热，恁伫庄骹闹饲鹅，就知迄鹅拢会去甲你动，吼，啊而且有当时咱若讲热钱，会用即个动词，就是安尼讨钱的意思，啊讨感情嘛是用热的，吼，啊迄个恋是啥？就是讲。翘脚捻喙手，啊，就是哪咧算钱的意思。所以我甲你讨，我希望得到啥物，安尼较有迄款动作，啊，佮有结果的感觉。好，所以情绪热恋，咱用即个较新的词。啊，以前若准讲即个勒索，咱是叫做华语直接连起来，咱是叫做勒索，啊，毋过无人安尼连，咱古早拢讲绑票，啊，所以迄是讲掠起来，啊，佮去讲讨钱，吼，啊，应该咱用情绪热恋，会当包括即个情绪的部分，较无去讨着钱安尼。哦，两位有定定出国去佚佗？应该有，无。哇，那台湾呢？台湾嘛还好，我拍戏啊，搁爱饲囝，爱顾厝内，拼厝内，所以无法度去佚佗啦。哎呀，而且还有迄只小狗，这个是，无唔对，你厝会饲狗就好啊，嘿，有一个陪伴就好啊啦。啊，那主选就我是宅女，哈，真正。我喊你出去呢，真啊假？我想看你 FB 你拢去世界佚佗，最近有去日本。哦，啊你莫问日本无出国，其实哦，真正有影妈妈拢为着厝内底人，其实拢真罕你去出去外口行行的，讲真的不要紧，咱今日看风景，来行行的摕奖金啦。好来，上位咱今日去倒位佚佗？哦，咱刷落来吼，要问的是一个建筑，这个影片内底建筑有5个字哦。哦，哎，看清楚哦。建筑5个字哦，看者倒一个国家哦。好，好来，咱来去佚佗。当年放烟火，拢个伫遐哦，哎，龙银记啊，来，
雪梨歌剧院，哦挂什么？歌剧院，哦，老师，雪梨歌剧院对唔对？地方对，会使哦算对。厉害厉好害！来分数，终于得到3000了。好，咱来念雪梨歌剧雪梨哦嘞，梨，你甲想，甲芭蕾梨无共字啦。啊，毋过即字的文音啊，咱爱读做梨，吼。好，啊，即个都市吼，伫个1788年的时，因的第一个舰队，就是到第一舰队到澳洲即个所在，看到即个城市有够水的，感觉是世界上水的，所以因就用因的大神，就是英国的大神来去号名，叫做迄个 Lord Sydney。好，所以伊的名是安尼来，过来就是因为伊一直起即个芳船的形，吼，伊迄个形就是芳的形，所以到1973年较起好，啊，到当伊逐当拢有3000几组的即个乐团，也是演唱，也是演出伫内底，吼，啊，所以联合国伫咧即个2007年的时，甲伊列做世界的遗产。嘿，所以是一个真水的所在，啊，逐当拢有宴会也是啥，嘿，好，多谢。是小英，你嘿，捌去倒位出国佚佗无？我刚去过澳门，澳门，嗯，对，敢若澳门了，嘿哦，啊，拢无去别位国家，无足可怜，哎呦，拢咧拍拼，拢咧做工课啊，是而且我平常时嘛，较罕咧出去耍，休困的时间，咱通出去行行对啦，对不就咱去读册，嘿，啊读册都爱问咱的迄落带啦带啦，嘿带啦，你去倒位读册？我去美国美国美国多一个城市，加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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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嘿啦，哦加利福尼亚，哎，嘛是真好对呢。啊，等你看到了吼，你就尽量一直讲迄倒位倒位倒位，是是，。毋过即马要去倒位，我是毋知影啦，吼。对，所以讲你就尽量讲，尽量好咯。啊，若知影答毋就紧日甲吹落去哦。好，好来，上一件咱要去倒位佚佗。是咱刷落来吼，要去的这个所在是一个国家的首都哦。哦伊是首都什么特区哦？3个字。什么3个特区哦。是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对啊，真侪电影拢有这个画面，对啊。摕一个就好，摕一个就好。嗯，他拄啊，迄白白顶悬插国旗叫做白宫嘿， （White House），哦还是什么 DC？华盛顿，无要紧，搁念一你遍搁。念一遍。华盛顿，华盛顿。好来特区哎，也要讲特区袂歹啊。特区，老师，华盛顿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好来分数。恭喜你到3000咯！咱这个英语的名叫做 Washington D.C.，啊，迄个 D 是 District，然后迄个 C 是 Columbia， 所以其实就是这个哥伦比亚因东北遐13州，哈，其中一个特区就是伊的首都。伊遐创首都的时间，伫个1785年的时创立的。好啊，大家看迄应该看规个拢白白，应该拢看有。对啊。好来，要选对一个啊，台南，台南你确定？哦好，台南，台南我吗？台南人，但是我台南真正无介绍。啊？哎，无了解，这你会晓哦，知影哦。好来，咱来看者，台南的奖金有偌济？真正万五哦。好来，咱一定爱要着哦，若要着，咱就有通啊摕万五转去加啊。油！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热兰掠城是荷兰人伫咧台湾建立的头一个防御建筑啦吼。啊，伊是即卖赤坎楼，还是安平古堡？好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是赤坎还是安平古堡？嘿嘿，
那唔知会使发救人，试看。你要发救人就紧饲，袂就紧饲。好来救人哦！来，讨论者。恰看老，恰看老这底下气看，恰看老，确定哦。确定啊？伊讲恰看老啊，哦，我记得是试看。是。还是安平古堡，还是恰看老？红色的，因为是都一个。哦，恰看老，是红色，红色的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哦。恰看老对唔对？万五飞去啊啦，安尼啦。有这两个所在，大家拢定定好唔对？对啊，其实你若用迄个因本来语言就去用较可是我甲当讲一个，你看对唔对啦？我摇我安平古堡，因为安平古堡吼较挖海港，啊恰看老是伫咧市内，所以若要做防御吼，应该是较挖海港对无？所以画救人爱画着人啊，看唔对啦。看唔到人啊！请问家人有一个特别的地名，叫做暖暖，啊，这个名是来自原住民的族语，还是日语的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袂晓人啊问哦不。要紧，看救人哦。要救命一个无？我要救命，啊，几类？来救命哦！来支阮者怎样是暖暖，乱听起来是日语呢？你那跋倒，乱呼呼的。有无？诶，恁讲较大声的。哦歹势即啦摆讲较大我是声的感觉是日本啦，哎不，我感觉是感觉日语，按个应该是原住民。原住民原住民的。的，嘿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是玩，我唔是我之前在讲啦。我拍手拍手。我们俩是。我感觉原住民的音较有迄个暖的音啊，日语那个无这个发音的，哦，我有的啦。你有好，安尼我一直想。红中呢？来哦，10秒名哦。哪一个？快点，多一个，都姐， 5、4、我是日语。 3、啊你咧？你是？加得石頭，加得石頭。原住民啊，玩左边，玩左边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原住民的族语对唔对？来分数。恭喜你了万里哦！咱台湾的地名吼，有足侪种迄个来源吼。那你若听起来较奇怪的，迄就是大部分是原住民语吼，譬如讲麻豆吼，伊就是目睭麻大的意思。啊，搁有就是即个沙拉。就是沙鹿，你袂当甲读做沙鹿安尼吼，啊，这软软嘛是原住民语，啊，搁来是平埔族的一个部落，吼，啊，你若准讲要日语吼，你爱去要迄款有熊的啦，有滨的啦，譬如讲高雄，吼，啊民雄，啊是啥物南雅啦、大雅啦迄款的，啊，搁有丰滨啦，啊是中滨遐安尼，吼，所以咧要的是嘛是有一寡技巧。就是啊，